一条安拉，向但海北向的昆明北，无以顺贴，沙地路顺的无塘壳，用排变的将割下来的鱼头。今年咱们水库无水吼，所以就爱种岛啊，因为岛也无需要水，岛的水分就若要种的时候，有水分哦，可以会当发芽出来。因为强制休耕，农民都改种玉皮，昆明北沙海部分改种鱼头，唔但将做得生产玉皮的休耕补助，属实呢也加减有些的补贴。因为南部做填海，一边水准可能都从尾走冇一些的水。故说今年呢，甘那平阳呢，天气之总共有19000公顷的田丘呢是休耕的。因为无米落有名的后壁乡金鸟村呢，美国看唔到规太片的金黄色无落，但是看到的都是绿皮。去年大气湿，从南到北陆续限制农业管块用水，才系列最引起的福建社抢水战争，甚至连总统都出面重新提出当初有争议的做米农水库的案例。委农水库有反对，现在增温水库又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地方上恐怕在这个议题上啊，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了。不过我想，也许将来这个问题也会变得非常有争议，因此是不是也请不管是中央和地方，恐怕都要面对。水质无水落，有啲农民又唔愿意休耕，就上水改用摩打除地下水来灌溉。不过，譬讲长期除地下水，并无充分的补助，天将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水利会灌溉起啦。捌来水，即摆有水啊？水就阮抽的啊，排水啦吼。即摆是阮，这本来是急水啊，即摆变排水去啊。因为出水客有水无水正常一态，云林县的主要水业差不多都是以除地下水。照水利署97年的统计，云林县因为抽除地下水，当年地层下陷平均达到7.1公分，是全台最严重的所在。甚至土库、富米滩还下陷到超过高铁的经济侧，下一步也会威胁高铁的行车安全。对高铁沿线呢，这个一定范围里面的这个地下水的抽取啊，要做一些限制的动作啊，不然这个没有控管的话，我想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些状况。水利署本单今年也经营规划，不封贴全国人在灌溉者来减少地层下陷。不过农民认为，本单做的灌溉的地面水比难做的，今则高不足大将来除地下水。费力拢是规划费路的因会面土球面拢是吼，但是骨都无费落呀，吼，从一参万里米的毛落雨啊上早酷旱，万里米无费啊，所以讲主较做到紧，因日参因父母啦吼，高铁下桥日参，四日二轮啊拢背一日。拢无飞区的飞弹引线，上市佫3千人8项股票大奖啊！水位比难做，主要係遇到問題，離島工業區、民生和農業一條供水，將我哋蓄水喺水頭來做濕人紅巴。不過長期關心水資源議題嘅學者指出，蓄水係比難做過後，無好把水來補充地下水，直至到地層嘅下陷更加嚴重，甚至也係研究以來好把水沉沙網用嘅主要原因。集集浪链开始运作之后，它下游的这个斗六的水井瞬间下降了2米。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错误的水资源开发，它对于地下水跟地层下陷的影响是更大的。过日面都无落水溪无费嘛，按你风一跳落水，佮风袂无啊飞啊，按那落水溪较早吼，拢是费，佮无咁严重。开发新的水资源，最为到2005变动的用水需求。照水利署自87年到97年的统计，云林县供应用水量竟变多，虽然逐渐增加到3倍安多。那一项统计上指出，中部地区的供应用水有8成以上都是世界起水，唔係以水土水来供应。除地下水还係供应用水的主要来源之一。故所水利署也喺斗六山區開始做富山水庫。希望投入水卡頭嘅時節多嘅水來囤起來，同時喺洞下頭提供穩定嘅用水，來推入除地下水嘅前期。比如說，那當地的用水方式從地下水用水方式轉換成地表水，地表水嘅用水方式。唔好講你去田中地下水，那就係走地表水啊。
中央考虑到苗栗地区工业区的开发，按算下一摆当然就要增加5到20万吨的用水，故所规划开发田花湖水库。不过，要从公馆铜锣地区太后量的河坝水的源头，也就是川涌村的热水口，拖水抽到水库来吨以来。本后量海东港路水面的基面，当间赶快的用水我比抢走。500几人面对水库的水量诶，下游的公开，其工业用都也还叫停止休耕，休耕期嘅叫工业用水优先，俺都农民就吃亏嘅，还是农民啊。枯水期，唔同啊水拿过去，唔每讲清嘅河坝下游嘅呢，所有嘅河坝地都嘅生活需要嘅水啊，农民咩需要我讲开咩？农民说，政府成功强农的政策，为提升脱家庭的用水权益。不过，田花湖水库的规划单位实行保证，下一摆会优先保留农业灌溉用水量。原则上哈，我们会保留就下游的这个所有这个水利会的这个水权量，这是没有问题的，啊，绝对没有问题。那管理的这个部分哈，其实我们都会在这边组一个调配小组啊。那由我们中水局管理水的这个单位啊，它可以来做一个统筹的一个调配啊。实际水的分配根本就唔拉，哦，唔拉去多枯水期去，它要抢水要鸟，对嘛？就会抢个头前溪一样诶，全部拦起来，哦，你农业用水、马上用水全部买嘞，全部去入水库，供应一个工业用水或是民生用水。这下摆就唔是神法了。不过，也有环保团体指出，水利法第18条就既明文规定，农业用水比工业用水还较优先。不过，缺水的时节，主管机关还是做在为了工业而牺牲农业。依照水利法，应该是第18条的规定，民生用水、农业用水都优先于工业用水。可是现在其实我们都违反了这个法令的操作，我们都是只要碰到这个枯旱的时候呢，就叫农地先休耕，先供应给工业用。你要以国家政策来这个原则来看，那你再另外其他工业水，当然它的产值是比较高，对我们国家整个产，那它也有那个考量说，你水万一停的话，那整个经济的损失是非常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呐，哈，就是这样的原则之下，有时候会做这个休耕的考量。因为政府政策认为工业的产出比农业还较高。故所伫遇到缺水的时节，接上注意用调农业用水来解决。不过有学者讲，按样的想法无注意到还个创业的环境效益。包括它可以调节地区的微气候，它有地下水补助的功能，它有很多社会的功能。那这些呢，事实上都要去考量，不能从经济的账面上去评估工业或是这民生的用水。通常我们是把它用过之后，经过这个下水道系统处理之后，就直接海洋放流，它是没有办法再回归到这个环境里面。水唔拉喐，再想办法用高喐。呢度國家都散漫嘅加強民生同工業用水嘅費數，運水資源做得更加有效嘅循環運用。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工業廢水的回收率實在是偏低啊。我們大概只有50%以內。那像德國、日本大概都90%以上，單這個省下的水，也是1、2座增溫水。萬一你含排用水的方式就會挑戰呢，水的再利用回收，用水沒用一遍，用2遍、3遍，個技術提高咧，是唔會依賴到按到這水。台灣雖然也鼓勵企業到全面來省水，成效相當有限。呢度學者更加指出，問題係因為水價太大。台灣平均的水價唔單止比亞洲新興國家更加大，還冇歐洲主要國家的1股1股，甚至也單止係水源開發成本的一半天天。關鍵其實是好的水價政策，那個水價政策也許是應該要照顧那些就是弱勢家庭，第二個是照顧那些省水、沒有浪費水的民眾。但是對於那些浪費水的這些使用者，包括工業用戶、包括家庭用水，都應該給予懲罰性的水價。所以你要講要節約用水，節約用水啊！你也講冇透過適當的水價來管理哈，你節約用水啊，會流於口號裡面。
所以因为不痛不痒嘛。每次要提说这个水价要反映成本，这已经专家学者或是民间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的问题。可是每次一提到立法院，到什么都是提不过，因为那些立法委员他们都认为我要为民看紧荷包啊，这个他们立场不过，如果你们涨价，我对选民没办法交代。面对惊民意的反弹，台湾一直无办法起水价，用价钱来治疗。反而就变做水利单位的主要政策。不过，在全球按极端的气候影响下，水库也无停操做得装按多水业。从主要供应南部用水的增文老南化水库，在莫浪期的风采时节，当地的泥沙流水大潮打落去，但将增文水库做多大约9000万立方公尺，有效的库用不过就少贴1股边的。南化水库也多为3600万立方公尺的泥沙。按你用来做一只水桶。伊只水库都较善人达，目的係乜嘅？目的係裝水嘛。佢裝水嘅嚇是只桶嘛，佢桶係即叫只絲鏡嘛。佢而裝嘅桶唔係講永久係裝較強水嘛，佢天會裝到那一沙嘛。佢稀水庫嘅些是地嘅嘛。增文水库大概完工只有30幾年，36年左右。那它已經淤積了22.3%的样子，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只要在这个水库的寿命撑不过100年，假设再来几个这种莫拉克9100万立方的话呢，基本上在3、4次就再见了。所以水库的寿命变得如此之短。无到40年的时间，增文水库的有效的囤水量就少为2、3克加。故所为到清铁、增文南化和乌山条水库的泥沙，今年4月，立法院也通过的6月541亿元的增文南化乌山条水库治理、和稳定南部地区供水的特别条例。不过，高达价1000万立方公尺的泥沙，就算以也局势，保守按算也需要200年的时间才做清铁。有反水库团体认为，主要就是因为台湾遇到的位所根本无适合来做水库。这边来看到水库的一种淤积量，都做冇还能蔓延做成的咯。一直冇都回应到，如讲台湾一种吹牛的牛的体型的讲所产生的一种按太量的一种淤积嘛。比较新生代的例子，而且又是在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板块挤压出来的，所以它整个这上面挤起来的时候，整个这边这个破碎断层，这个地质构造非常的发达，所以它的这个要找到好的坝子不是很容易的哈，不是好坝子，而且台湾这地方好的坝子差不多都被我们选光了哈，所以对这些水库要怎么让它永续，让它怎么能够延长它的寿命，这就是我们台湾水利最重要的课题。你的水库，你要种到哪一刹呢？有可能不可能弄哪一刹？那它本个恢复，你本身水库机的代谢冇是功能。係萬一講你係短時間做唔到你係長途，你係咩條件方式講？你要這回收的早的裝到水嗎？如果一个水库盖的寿命只有50年，前置作业加上环评加上新建要花20年，然后只用50年，然后你就把一个坝子给用完了，你可以接受吗？人民可以接受吗？現有的水庫裝唔到咁多水，新起的水庫還較接上有安全的疑問，當然唔受到民意的反彈。香港水庫所採地的岩石缺水，就開始講係個別供水目的的岩石搶走的，故所又開始那一擺企業的搶水戰。面對全球天時暗增少，治水會越來越困難。政府對水的運用和分配係個無限嘅彈性宏觀的思考，係一般因為水資源產生的相爭和對立。天朝的填海撈造太水循環之間越來越激烈。